俄羅斯數年第六節樣講到，你已經接受了耶穌基督係一家嘅上帝認為到切家而本一切在基督內中。但係呢，因為呢個世界唔係按平靜嘅世界，唔係按要平靜嘅世界，思想唔係要風浪呢個世界，冇個平靜在前面。嘛，今日呢個福音交代自家接受了耶穌基督，自家嘅信心係走穩在基督嘅，自家嘅信心係仰穩在耶穌基督嘅，因為在耶穌基督能夠帶自家過每個痛苦，過每個問題，神嘅信心專對呢個耶穌基督，佢能夠帶自家去得勝嘅路。世間呢喺度唔係咁容易，思想咪有問題，有痛苦，有各樣嘅冇羅行嘅，但係呢個信心仰穩在基督，自家已經接受咗嘅，自家本仰穩走穩自家信心嘅根，佢能夠帶自家過苦節嘅痛苦，帶自家去得勝嘅路。阿門。